内地新闻继续来看赖清德今仔日参加到文化界小挺赖清德吴思瑶的大会，超过150个文化人表态来支持挺赖清德。特别注意的是，过去伫歌文体市长的任内，作为都发局长的林周明嘛在场，伊痛骂歌市府，互大巨蛋开幕就是唔对，伊嘛伫现场表态支持赖清德。 文化台湾，文化未来。超过150个文化界的人徛做伙，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甲立委吴思瑶。祝福赖副，祝福思瑶可以一起就是当选。我们有越来越多这样子的文化公仆在我们的国会里面，然后少一点所谓的文化功底在国会里面。刚刚思瑶立委一直在谈到文化在台湾永远都是弱势，其实大家放心。 赖副总统他一直都会均衡台湾，包括文化预算应该也会帮大家争取。为建筑设计、表演艺术跨领域的文化界的人拢有，伫这阵人内底有一个人看起来特别熟悉，伊捌做过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明天，伫台北市政府时期的官员嘛在场。 台湾是个以文化立国的国家，赖清德、吴思瑶就是这个重要政策的推手，我当然听他们。因为是歌团队的大将，因为大巨蛋的问题甲歌市府未合，即马唔拿用行动来证明，更加亲身拍影片挺赖清德。我一直深信，就是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我们应该文化立国了。 我们科技很强，就像是翅膀，可以带台湾到任何一个地方。但是文化就是我们的根，我们的脸庞。新罗讲会将大个期待带进总统府，今嘛有日本学者分析讲，若是赖清德胜选，中国有可能想尽办法甲台湾沟通。如果您当选，中国会台面下跟您对话。 不管外界安怎讲，赖清德就是一步一脚印，发表伊的愿景甲目标，要争取更较侪选票。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